恰逢香港科技園 Green Tech Hub 迎嚟1週年，一場以 Green is Action 為主題嘅成果展就喺九龍塘創新中心盛大啟幕。作為香港領先嘅綠色科創協作平台 ，Green Tech Hub 用1年嘅時間深耕同探索，交出咗一份亮眼嘅綠色科技答卷，亦都令外界清晰咁睇到香港打造國際綠色科技堅定步伐同埋強勁實力。喺呢場成果展上，多款突破性嘅綠色科技方案集中亮相，涵蓋空氣治理、新能源交通、低空科技、環境監測、綠色出行等多個領域，盡顯香港綠色科技嘅創新實力同應用潛力。呢啲企業嘅核心技術更加成為咗今次成果展嘅亮眼看點。我哋雅源科技係從事一個聲波嘅濾網，而個濾網可以幫助中央冷氣做一個節能，大概去做到50% 嘅節能。咁另外亦都可以增加空氣嘅乾淨度，力到從事可以提高20至40%不等。材料同原普通嘅濾網係一樣，但係我哋有個特別嘅設計，有好多唔同嘅袋仔。呢個袋仔亦都令從而可以將個隔濾塵網嘅粒子做到更加提高。我哋嘅應用場景好多。包括喺不同嘅商業樓宇、大型商場、醫院、飛機場，喺香港已經同地鐵、新鴻基、希慎集團安裝咗超過100台機。咁另外我哋新加坡亦都做咗超過400台機嘅一個應用，咁幫佢哋每年可以慳到超過100萬度電嘅。綠色低空科